試飲水啊！你再咁食煙塊就你個肺都黑晒啦！除咗食煙，我真係諗唔到有咩方法。妹妹仔，你唔使擔心我。我跟飛龍嗰日，我已經預咗我今日噶。話時話，嚟人揸到個樣咧，真係好掂。我未見過人哋帶住80幾萬隻錶揸孖人牌噶。點啊？阿嫂，小冇事我放心。數你不需擔心不必的可。等我去揾文俊。可以叫你 Daisy 哦。點得一句啫？俊哥，我做女人就一個啫。男人啲恩恩怨怨我理唔到咁多。究竟飛龍而家係生定係死？佢未死，以後等我照顧你。用堅決的信心告別了失望，雖知失意漂泊一切可憑愛心替代。喺邊啊？深信心愛心似海，可信任這份愛。飛龍想聽，亦相信相愛也可接受與忍耐。用熱誠來等待，是深信心愛心似海，可信任這份愛，亦相信相愛也可接受與忍耐，傾出一片真摯不變心，融化這障礙。多謝你支持，多謝阿嫂。好地同我睇咗一陣，我接得我靠把劍，我靠把劍棍，用火的光高唱愛歌，用溫暖給我的曙光，擦亮了希望，用堅決的信心告別了失望。放心啦，飛龍哥，如果我唔能夠將個嫂擺得比佢生前更靚嘅，我一世收山唔撈。就包我身上啦。